这位马来西亚的画家叫做陈吉强，透过油画挂画的方式，画出着一寡伊囡仔时代放假的机器人的人物。这个作品目前伫台中的国立台湾美术馆伫展出。 关注小金刚、无敌铁金刚、钢弹和变形金刚，这是历史的漫画人物，拢将做马来西亚画家陈吉强创作，来回想过去做囡仔迄时阵。我觉得那个童年是那种回不去的，就是你很想念童年，但是可以回忆，然后可以看见很多画面，但是我回不去。将机器人这套片将做创作主题展览，最近伫 ART 三重号美术馆上场，以画台风格。 要互看的人会当感受到机器人的心内世界，袂过再是零机器的金属外壳。我非常感动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大朋友的回忆，我们的记忆。作者强调，囡仔时的七头面模型嘛是生活的单闪片段，透过色彩线条的处理，和70年代囡仔遐感受到特别的情感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